大家好啊！我就係嚟自匯基書院登九龍嘅 Venus 啦。咁我就想問下你，其實你係從咩途徑去認識到動物傳心呢個行業咧？係 Venus 你好，我其實咧喺都講緊16年前啦。咁我嗰陣咧係突然間不發奇想，好想學動物傳心。我自己咧就喺網上面揾睇下有冇人教動物傳心喎。因為我曾經聽過有呢樣嘢嚇，因為我自己有養動物嘅，我就養貓嘅。咁我當其時揾到咧，原來香港咧有一個外籍人士第一個帶動物傳心嚟香港，有得教有課程喎，我就去學啦。你學完動物傳心之後咧，係乜嘢有冇嘢去啟發到你，即係繼續你覺得你好想繼續喺呢個行業度發展？我初頭都冇諗住發展嘅，其實我係諗住即係同自己嘅動物溝通，或者係同周邊嘅朋友溝通嚇，因為佢哋本身有啲即係我哋叫做動物主人啦，佢可能唔知動物係即係佢想表達啲乜嘢，我就會發覺啊，其實動物如果你明白佢想係講啲乜嘢，代表動物發聲都幾好啊。咁我嗰陣都係抱住一個幫人嘅心態，我就冇收費嘅，我主要都係嗰陣係幫下義工啊，即係幫下有啲動物協會啊，咁咪做下傳心咁，主要都係咁。但後期就越做咧，即係人多咗 case 要揾我啦，咁我就開始先近呢6、7年啦，我先開始做收費。咁我了解到有啲人幫同動物傳心嘅方法都會用啲例如冥想啊。你自己會點樣去確保你係即係可以同到動物傳心啦，亦都可以即係知道佢哋即係真正係諗啲咩嘅咧？嗱，其實好多人咧就會誤解，以為動物傳心係要好靜啊，或者係真係要即係做冥想啊。咁其實唔需要嘅。本身每個人天生咧都有呢個能力嘅嚇。點解我有時會教班，就係話開啟翻佢哋自己本身咧有嘅佢自己嘅資源。即係等於我哋人咧以前聽過我哋係猿人嚟啦，係即係古時代我哋其實基本上都唔需要話啲咩任何溝通工具都可以溝通到噶嘛。咁喺大自然裏邊，基本上我哋對花草樹木或者對大自然嘅有生物嘅嘢咧，其實我哋都有呢個溝通嘅能力。只不過我哋一路成長過程裏邊咧，可能俾外界好多嘢咧，即係干擾咗，即係個頭腦冇咁清晰，個心冇咁靜，咁變咗咧訓練翻我哋呢一個我哋原有嘅本能咧，就可以直接可以去溝通。咁我自己都身為主人啦，咁我有時候都覺得好迷茫，因為我係唔知我隻貓想要啲咩啦。咁有時可能佢叫嗰陣，我就會覺得即係可能我幫唔到佢或者乜嘢啦。咁我諗呢個都係好多主人或者一啲動物嘅照顧者會揾動物傳心師幫手嘅原因啦。咁其實你最經常收到嘅查詢或者啲case 會係啲乜嘢？好好呢個問題，因為實在太多主人係唔知你動物做乜嘅嚇。好多時咧大部分揾我咧都係因為可能佢有時唔肯食嘢啦，可能喺身體狀況唔食嘢啊，或者佢突然間可能成日都叫喎，或者好驚人喎，或者會一見到人咧有攻擊性，尤其是領養嘅動物，就好多呢啲情緒嘅狀況嘅，咁就要了解下佢發生咩事。試過有啲咧，可能佢點解唔去廁所？可能同佢溝通完之後咧，原來佢唔中意去廁所嗰個 setting 嚇，咁同個主人溝通咗之後，換咗個廁所咧，又冇問題咯。即係呢啲係基本上好似我哋人同人溝通一樣，我哋如果明白對方究竟想講啲乜嘢，表達啲乜嘢咧，其實好簡單。即係佢哋覺得好複雜嘅嘢，其實好簡單可以處理到噶啦。咁除咗淨係去即係接收到動物嘅諗法啦，即係傳達俾主人，你會點樣去即係幫助同埋協助主人喺之後嘅日子喺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更加好理解佢自己嘅動物啦，之後都可以即係互相理解，知道佢諗乜咯。嗱，其實咧，我覺得做動物傳心咧，要做得好啊，嚇或者專業咧，係要教育埋個主人嘅。
嚇，因為好多時啲主人咧係根據佢自己意願去處理一隻動物，可能係佢想隻動物點樣，instead of 佢自己嘅動物其實想點樣，因為佢哋係交流唔到嘛。咁我就會喺中間可能教育佢哋，即係可能隻動物會投訴啦，話佢個主人會點會點，咁我就會透過呢個渠道咧，因為語言技巧都重要，因為你如果去同個主人去，你可能 blame 佢話俾佢聽，哇你對隻動物唔好啊，諸如此類咧，佢都會好抗拒，反而就要教翻佢點樣去相處，同我哋人同人相處一樣嚇。人同動物都係一樣，我哋能夠咧點樣去對待，好似當一個屋企人咁樣，或者去明白咗佢需要啲乜嘢咧，我哋去盡量咧去配合咯嚇。咁我透過呢啲過程裏邊咧，我都會同個主人溝通得好好嚇。有時有啲問題可能佢要妥協嘅嚇，隻動物可能即係例如主人要去旅行啦，咁隻動物啊嬲嬲豬，好唔開心，翻嚟唔睬佢啊，大把呢啲 case，咁係點樣咧？去旅行之前揾我同佢溝通咗先，講聲話俾佢聽，佢要去旅行啦。佢翻嚟咧會帶啲食物俾佢啊，咁樣佢都要去配合嘅喎，佢都要買手信俾佢嘅喎。咁呢啲咁樣咧，就令個大家嘅溝通會好咗咯。係啊，所以主人係要教育嘅，唔係教育隻動物，就係咁樣。咁以你咁多年嘅經驗同佢主人啊，或者同動物相處，你有冇啲遇到一啲好棘手嘅 case 咧？即係因為你遇到都嘅 case 都應該五花八門。有㗎，有兩個例子啦。咁有啲咧係走失動物，揾我即係去揾啲動物。走失咗動物，你知揾翻嘅機會係好微嘅，即係無論係貓啊、狗啊嗰啲，有啲可能唔記得閂窗喺窗口跳咗落街啊，但係咧佢又想揾翻佢啊，或者係喺街可能喺狗公園走失咗，跑亂跑唔見咗咁樣。我哋要去好短時間要去同佢追蹤啊，嚇同隻動物溝通係咩環境咁樣嚇。我都試過幫人嚟揾翻啲狗同埋貓嚇。咁第二咧就係咧有啲動物咧，佢本身佢自己帶住一種領養嘅會比較多嘅嚇，一種內在嘅情緒。以前可能俾人虐待過啦，佢去艱辛嗰個唔接，即係唔習慣個環境，甚至乎佢唔知個新主人會點對佢，佢帶住一個童年陰影啊嚟叫做過往佢自己嘅經歷嘅陰影咧，佢可能好惡啊！會令到個主人咧好 frustrate，即係佢唔知道點樣去處理，甚至乎咧佢會抗拒，有機會個主人又再唔要佢。咁呢啲過程裏邊咧係比較棘手嘅。咁可能唔係淨係同我即係揾我去溝通一次嘅，可能會有一個連續性，可能咧 keep 住會同佢溝通，直至到佢個動物咧係能夠舒嚇，我去好似 mon 住佢幫佢手咁樣咯。呢啲 case 咧其實好感人，有啲佢可能搲到個主人損晒流晒血，但係咧溝通完咧，經過一啲同埋我會配合埋做動物療愈，去幫佢咧去等佢咧平靜翻，咁咧同個主人好突然間好融洽嗰刻咧，其實我覺得係好感動嘅，其實係俾我話即係唔係收費嘅問題，而係見到個動物同個主人個關係和好咗咧，呢個係我覺得係做呢一項最感動嘅一件事咯。咁你頭先都有提及到，可能係啲領養嘅動物啦。咁如果有啲主人，即係我了解過，有啲主人係喺野生嘅環境之後，就攞咗一隻貓或者一隻狗啦。咁佢哋其實可能天性已經係野外咁，呢啲 case 會唔會係出現啲即係你幫唔到佢，即係最後都係要被逼又放生翻佢嘅情況？有㗎，好多時啲有人會喺街執啲貓狗翻去養噶嘛，咁佢都係出於好意啦，即係話見到佢流浪貓、流浪狗，佢會攞翻屋企養。但係本身佢已經習慣咗喺街嘅話咧，你困住喺間屋咧，佢係唔開心嘅嚇。咁所以透過溝通咧，就要了解有啲主人咧都好佢哋因為對隻動物好，佢帶住愛咧，佢好願意聽你嘅意見。如果話俾佢聽隻動物，佢話佢想翻去以前嘅環境度，佢中意自由自在，唔中意喺屋嘅話咧，個主人係會願意放翻佢走嘅。咁呢啲所以要透過溝通咯。咁當然啦，我哋而家好多時喺香港都會唔建議話俾啲流浪貓狗喺街即係周圍走，驚佢即係繁殖得好緊要。咁都多咗好多義工去幫佢哋帶佢哋去做絕育啊咁樣。咁所有嘢都係透過溝通。
試過有啲係主人虐待動物，即係動物自己走失咗，係去特登想集活逃離咗嚇。咁嗰啲 case 咧，我哋做動物傳心咧，我哋有我哋操守咧，我哋就唔會幫佢揾翻隻動物，因為隻動物本身係想走。因為佢逃離咗佢嘅地獄啦嘛，佢會話啊我啦嗱你我係唔想，我哋問咗個動物嘅意見，佢係唔想翻屋企，佢話翻俾我哋聽，透過溝通，佢就話佢曾經受虐待，呢個主人對佢唔好，咁我哋尊重翻隻動物，我哋讓佢而家脫離呢個即係呢個困境，係讓佢自由，即係我哋都會有我哋嘅守則去點樣去做。好，咁今日聽完你嘅話語，我哋都即係都知道原來溝通咧唔係人與人之間，其實人同動物溝通都係好重要啦。咁我諗大家都可以獲益良多啦，從中。咁都好多謝你今日願意抽出寶貴嘅時間去接受我哋嘅訪問啦。咁今日就到此為止。